我是乐乐，爱定我的频道。嘿嘿嘿嘿。啦啦啦啦啦，电火变做细粒车，闪闪死死。乐乐，你的电火歹去，爱换？对啊，我要请阿爸阿母替我换掉。机器人，之前我有去过电环1号所，知影大自然有足侪当发电的能源哦，亲像水啊、风啊。乐乐真贤，知影电是安怎来的？你敢知影电火是安怎来的？阿爸阿母买的。呵呵，是买的无毋对。啊，你敢知影是啥人发明电火的？是啥人啊？历史上有真侪发明家，拢甲电火发明有关系。其中上有名会头一个想到的是 Edison。Edison 自细汉就足爱问问题，伊会做实验找答案。Edison 5岁时，伊问阿母鸡仔是安怎爱坐伫卵顶悬，阿母甲讲，迄是鸡母咧孵卵。鸡仔囝若要为鸡卵孵出来，就要有温暖的环境，所以鸡母会坐伫顶悬，确保温度有够。细汉时的 Edison 听到阿母的回答，想讲动物会当孵卵，人应该嘛会当。Edison 真有实验精神，真正去坐伫鸡卵顶悬孵卵。迄是 Edison 头一摆做实验，而且实验失败。头壳内底总是有各种问题 ，Edison 就爱问为虾米。伫迄当时学校并无受老师欢迎，才开学3个月就互退学啊。后来因阿母亲心角角，鼓励伊学各种科学知识，嘛互伊伫厝里做各种实验。这段经历互 Edison 展开一生的发明之路。毋过少年时的 Edison 嘛捌甲发明用伫咧毋对的所在。有一摆，伊伫火车顶悬做线工送报纸的时阵，找制作火药的材料，想要伫火车顶做实验。毋过迄摆实验煞险啊，互火车车厢爆炸。乐乐，囡仔兄囡仔姊，恁千万毋通学哦！炸药、火拢是真危险的。这实在伤危险嘛！做实验敢拢遮尔恐怖？做实验拢会有危险的时阵。科学家敢若会当尽量伫安全的环境，真专心做工课，才有可能避免危险。听讲，迄阵的火车管理员因为知影这件代志，甲 Edison 拍，互伊的耳孔受伤，听无啥会清楚。毋过，这件代志并无影响到 Edison 的实验精神。以前无手机的时阵，大家需要透过电报来互相联络。Edison 后来成做一个电报员，替大家用电报机发信息。毋过，伊发现较早的电报机直直故障，而且一改敢若通传一个信息，伊就发挥实验精神，替大家改良电报机。哇 ，Edison 足牛，甲我同款，拢是小小实验家。嘿嘿嘿嘿嘿。机器人，安尼 Edison 是安怎发明电火球的？因为电报机的发明，互 Edison 开始趁钱。尾啊，伊成立一个研究实验室，有淡薄仔先发明工厂。伊找足侪科学家做伙做研究、做实验。迄阵上出名的就是电火实验。其实迄当时已经有人比 Edison 搁较早发明电火球。迄阵的电火球会光，毋过真紧就会化去。所以 Edison 开始思考要安怎互电火球光较久。伊找真侪无共款的材料来实验，也毋过电火也是一时啊就化去。继续试足侪解，电火也是干那会当倒几点钟。失败遐尼侪解，那我都无爱搁做啊。失败确实会互人失志，无想要继续搁做落去。但是 Edison 无放弃哦。听讲后来继续试几啊千种材料，进行7000多解的实验，总算互 Edison 甲伊的团队找到会当倒真久，阁会当大量生产的材料哦。哇，足赞的，总算成功啊！所以 Edison 捌讲过哦，天才是1分的天分加上99分后来打拼，有好的想法真赞。
毋过要成功，需要一直研究实验。实验失败，只是互伊找到真侪无适合的材料，互伊离成功互电火发光搁较近啊！原来一粒电火球需要遮尔侪人、遮尔侪时间来研究发明。阮阿爸阿母干那需要一时啊，就甲电火球换好啊！是啊，咱要多谢遮侪发明家，互咱的生活变甲遮尔方便。嘛因为 Edison 甲伊的团队无放弃，甲电火球改良甲搁较好，咱即马毋才有电火球通好用哦。好，我嘛要来开始做发明实验啊！东东想要发明啥物咧？就是只要我喊一声，佚佗物就会家己转去箱仔内底。乐乐有冰刀啊哦，另外来去爱记起来哦，嘿嘿嘿嘿。